歡迎大家咧嚟到娛樂花生堂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阿老哈。咁上回咧我就講朱敏漢咧喺呢個非常日誌2咧就透露俾記者聽原來咧佢同陳曉華咧已經再見不是朋友咁分咗手，兼且咧就降呢連朋友都做唔到，做翻咧做同事。當時咧陳曉華就未有回應嘅，咁而家咧之後咧隔咗2日到啦，陳曉華咧就出席一個活動咧，就卒之咧俾記者追問表態啦。咁我哋一齊咧都睇一睇。陳曉華咧同埋譚俊彥、林秀儀、林淑敏同埋梁海晴咧喺25號嗰日咧就終於有活動啦，喺電視城出席咧全新健康節目咧，一個叫做掌握健康人生同埋一個叫做重症解密嘅記者會咧。陳曉華希華咧就做呢個節目咧擔任主持。首先佢唔係講佢同朱敏漢啲嘢啊，咁佢就話呢啲節目咧牽涉大量嘅醫學專業名詞，極度考驗佢嘅記憶力，令佢咧話咧收完工咧淨係想立即咧翻屋企瞓個靚覺做個美容覺咁樣。又自爆咧佢年初咧試過喺街頭咧暈低咗，好在咧送咗醫院咧檢查唔到咩病徵。懷疑咧當時可能太攰啦，工作節奏太緊急啦，所以咧自此之後佢都開始注意健康。其實咩年紀都要注意健康嘅。而家咧佢話咧有時做完嘢咧攰咧就真係要休息，唔好話出去食個飯啊，周圍去玩。而家識管理時間，平衡下生活。呢啲梗係會引申令到人哋問佢，咁你同豬仔點噶啦？即係你自己一齊留喺屋企。記者問佢，喂，你同朱敏漢嘅關係點咧？佢就話咧以同事相稱，即係同朱敏漢個講法咧一致啦，同事。記者亦都問佢，喂，咁你年初嗰陣時咧入院嘅時候，朱仔朱敏漢有冇關心你啊？佢就話咧朋友有關心。記者問，咁即係佢係咪你朋友啊？同事，大家都係同事，佢咁樣答。記者問，咁你而家係咪單身啊？陳曉華就話而家都係自己一個，多數喺屋企咧做宅女。記者又問啦，冇人照顧你咩？陳曉華又話我好開心自己識得照顧自己。亦都被追問到咧，喂，陳曉華你有冇留意咧朱敏漢豬仔嘅單身言論啊？陳曉華好快咧就落閘話冇留意，又話咧自己咧係專心休養，喺手機咧設定咗咧呢個免擾勿擾模式，除咗屋企人、經理人同埋數位密友之外咧，其他人咧都唔可以打俾佢。咁咧真係閂閘閂得好徹底啦。睇嚟咧，佢哋嘅戀情咧，暫時喺呢個時間嚟講咧，應該就徹底告終咗。當然啦，感情嘅嘢會唔會再發展，冇人知嘅。但係喺呢一剎那咧，睇嚟大家都為對方咧用一個同事身份落咗閘，即係唔好話戀人啊，連朋友都稱唔上，即係降格到同事，大家一齊做嘢啲飯之交咁樣。今日咧娛樂花生堂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其他朋友仔知道啊！喺度咧再次多謝大家嘅寶貴時間收聽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